沙頭角上程5座1樓啊，業主移民急賣啊，只需2字頭啊，樓下有大型免費停車場啊。到時呢啲車都賣埋㗎啦。2018年10零個就賣啦，仲有啲中港牌，仲有10幾個喺度，有需要可以聯繫我啊。331尺啊，家私電器全齊啊，開放式廚房啊，6人飯台，真皮梳化，有露台望海嘅電視，呢啲鞋櫃，洗手間房呢就有3張床，下面係1.5米嘅，上面都係1.5米，仲有張係1米嘅。有書台，有大衣櫃啊，全部都係用實木10級兒童板。